大家好，我發現我都係需要用自己嘅呢一種做法去錄一次荀子嘅勸學。荀子提倡人性本惡，呢個惡咧，我會解做係逐離之心，其實即係強調後天嘅教化，學習禮儀法度，去惡揚善或者去惡遷善嘅。勸咧係有勸勉嘅意思。第一段我哋睇一睇啦。君子曰：學不可以已。咁呢個已咧係停止嘅意思。咁就話俾我哋聽啦，不停學習可以令人去惡為善，日趨至善嘅學習係唔可以停止噶。君子講噶，稱取之於南而稱於南。稱其實係來自於一種叫做呢個字讀靛青啦，即係靛青呢一種顏色咧，係來自於一種叫做蓼藍呢一種嘅植物嘅。咁蓼藍嘅顏色咧就係淺藍色，透過提煉或者提取過後咧，就可以產生一種嘅深藍色。咁所以咧，青出於藍，指嘅就係青比藍嚟得更好、更深色啦。呢度想話俾我哋聽，有一個叫提煉過程。咁作者就藉住呢個提煉過程咧，就比喻咧學習過程可以令人日趨至善，變得更好啦。落到嚟另一個比喻，冰水為之而寒於水。冰係由水去凝固而成嘅，卻比水更加要寒冷。咁想帶出啲咩呢？就話凝固過程，比喻學習過程，可以令人日趨至善嘅。我哋可以睇一睇，水本來就係液體啦，透過凝固過程就變為固體，意味住佢進行咗一個質變。人嘅本性係惡嘅，藉住呢個學習咧，就會變為善。木直中成，由以為輪，其曲中規。木材咧，藉住墨繩而符合不直嘅標準。咁佢經過火烤加工，即係呢個油啦，而符合圓嘅標準。係想帶出啲咩呢？用墨繩嚟去比喻學習，用火烤嘅過程比喻學習嘅過程。人咧，藉着學習咧，可以去惡為善，變得更好噶。咁呢個油咧，有啲人可能會好奇，如果木材用呢個火去烤嘅話，咁咪會燒着。其實咧，呢個油咧，我自己做吉他咧，我好明白到，其實將一塊嘅木板要彎曲成為叫做圓啦，或者甚至乎係令到佢變彎咧，佢其實呢個加熱嘅過程裏面咧，係會噴水嘅，加濕，令到咧呢個木材咧有一種嘅柔軟度，咁就唔會折斷啦，亦都唔會被火咧去燒燶嘅，或者燒着，或者燒斷啦。咁我相信咧呢個火烤嘅過程裏面咧，最主要咧係令到嗰個木材咧就變腍啦，令到佢嗰個嘅嗰啲木嘅組織啊，可以係變得可以彎曲咁樣嘅，咁就應該唔會燒着嘅。如果你擔心會燒着嘅時候，你再去噴一啲水落去咧，令到佢咧就唔使去到好高溫咧，就唔會燒着啦。雖有槁布，或者我哋讀叫做木啦咁樣，雖有槁木，咁就不服挺者，由是之然也。咁佢就話，其實呢個木材變成一個車輪之後啦，即使枯乾咗啦、曬乾咗啦，都唔會再次挺直嘅。咁呢個就係因為火烤過程之後，令到佢變成咁樣嘅。我嘅理解就係話，人透過學習變成善之後咧，佢就唔會再次從惡噶啦。故木受繩則直，金就禮則利。所以啦，木材用墨繩量度過後就能取直，刀劍在呢個磨刀石上面磨過咧，就會變得鋒利。咁個分析就係墨繩同埋磨刀石咧，係比喻學習啦；不直同埋鋒利咧，就比喻學習嘅成果。木材同埋刀劍就比喻人。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，則自明而行無過矣。
君子廣泛地學習呢，而且每一日都可以多次省察自己，咁就智慧會越嚟越高明啦，而行為就唔會有過錯。咁呢個係話俾我哋聽，到底學習嘅過程裡面係應該點樣做啦？第一係要博學嘅廣泛學習，第二係要每一日三省吾身。而學習嘅成果係有兩方面，第一就係智慧高明，第二係行為唔會有過錯，即係你嘅品德非常之好啦。咁不停學習就可以提升智慧啦，日趨至善，同埋我哋不停學習做人應該有嘅品行咧，就唔會有過錯啦，最終都可以成為君子。2018年 DSE 嘅 PP 提及到啦，望一望啊。作者話學不可以已，是用自己嘅文句講不斷學習嘅好處。審題位第一章學不可以已譯做白話文啦，就係學習不可以停止。咁不斷學習到底有咩行動呢？就係博學啦，廣泛學習。日三省乎己就係每一日多次省察自己。學習有咩好處呢？仲要係不斷學習喎，咁就會令到我哋智慧高明，而且行為沒有過錯啦。嚟到第二段啦，吾嘗終日而思矣，不如須臾之所學也。須臾係指片刻啦，常就係曾經喺度成日思索，不如片刻嘅學習所獲得嘅知識。咁想帶出嘅學習行動比空想嚟得更加重要啦。吾嘗終日，吾嘗期而忘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見也。我曾經期咧就係踮起腳尖，即係趷高腳啦。遠望咁係比唔上登上高處嘅睇嘅嗰個景象更加廣闊嘅。咁想講一樣嘢就係話，用登高嚟去比喻學習。當我哋學習越多，登得越高嘅時候，我哋嘅視野就會越廣闊，越能夠高瞻遠矚。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，而見者遠。當你登上高處向人哋招手，其實你嘅手臂咧並冇加長度喎，但係咧喺遠處嘅人都可以見到，亦即係意味住當人藉住學習知識同埋品德到達一定高嘅境界嘅時候，你嘅聲名就會遠播啦。順風而呼聲，非加疾也，而聞者彰。順住個風勢去呼叫啦，我哋嘅聲音就冇加大啦。本來呢個疾咧係猛烈嘅意思，咁即係延伸出嚟就係個聲音冇大聲到啦。但聽嘅人咧就覺得個聲音好清楚，彰就係清楚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喺呢個風勢嘅帶動底下，我哋聲音可以聽得更加清楚。用呢個風嚟去比喻學習，藉著學習咧可以令人修養品德，日趨至善。後面啦，假如馬者非利足也，而至千里。假就係借助啦，借助車馬嘅人，並唔係佢哋嘅雙腳跑得特別快啊。呢個利就係疾快啦，但最終都可以達到千里之遠。至咧就係達到啦。借助馬車可以到達千里之遠，嚟去比喻人借助學習可以日趨至善，達到君子崇高嘅品德。其實呢一句同下面呢一句係個對偶句嚟㗎，大家記住。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絕江河。借助船隻呢個讀接啦，即係船隻嘅人，並唔係佢哋嘅游泳能力特別高超，咁個水咧係個游泳啦，卻可以絕江河，即係橫渡江河。絕係橫渡嘅意思，咁就以借助船隻咧橫渡江河嚟去比喻人，可以借助學習日趨至善，達到君子崇高嘅品德。咁呢一句同上面嗰一句係對偶句嚟噶。咁君子就性非異也，善假於物也。想帶出嘅係君子嘅本性咧，同我哋係一樣嘅，並唔係與人唔同，只是佢善於假借外物。咁呢度嘅外物指嘅就係學習啦。君子同普通人最大嘅唔同，來自於君子能夠借助學習，令到自己提高智慧同埋品德，日臻至善啦。咁所以如果我哋都想做君子嘅話咧，記得學習知識同埋學習一啲品德啦。第三段亦都係最後一段，積土成山，風雨興焉；積土成淵，蛟龍生焉。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，
聖心被現。累積土石咧就可以成為高山，風雨咧先至可以喺高山嗰度興起嘅。同埋累積水流成為深淵，蛟龍就可以喺深淵裏面生長。如果人累積好嘅事蹟、好嘅言行，自然就會養成崇高嘅品德，心智澄明，就具備咗聖人嘅思想境界啦。咁呢一度咧係一個類比論證，攞呢個 A 即係積土成山，累積可以有風雨興起啦。然後 B 因為呢個積水成淵啦，就會出現呢個蛟龍啦，都係重視呢個累積嘅。類推出，如果我哋積善成德咧，就神明自得，聖心被現。咁三者都係有一個累積呢個叫做共同嘅特徵啦。去話俾我哋聽，學習咧需要累積先至可以成功噶。咁呢個累積係一個學習嘅方法。咁呢度都正面論述咗累積就能成功。相反啦，所以如果唔累積半步，呢個讀跬啦吓，跬步，跬即係半啦，步即係一步啦，咁就半步。如果唔累積半步嘅話咧，咁就無法到達千里之遠啦。志就係到達。如果唔累積細小嘅溪流，咁就無法成為大江大海。咁呢個係一個反面論述，只有累積先至可以成功啊。後面就其驥一躍不能十步，駑馬十駕功在不捨。其驥咧就係駿馬，一個跨躍咧就不足十步之遠。咁至於駑馬呢種劣馬咧，走上10日啦，十駕即係10天啦。咁其實佢都可以跑到千里之遠喎，係慢啲啫，但佢嗰個距離都係可以到達千里之遠嘅。咁嗰個駑馬嘅成功就在於佢唔捨棄啦。咁呢個嘅分析就係用咗駿馬對比劣馬嘅奔跑態度啦，論證咗唔捨棄呢一種嘅學習態度，先至可以使人成功噶。咁同埋呢一度都係有個比喻嚟論證嚟嘅。其驥就比喻一啲天賦條件高嘅人啦，駑馬就比喻一啲天賦條件比較低嘅人啦。咁孫子想藉住呢個比喻，都係帶出後天嘅嗰個努力啊，同埋不捨咧係最重要嘅。所以咧，正面論述緊一個不捨棄咧，係一種重要嘅學習態度。落到嚟就用一個反面去進行論述啦。鍥而捨之，朽木不折；鍥而不捨，金石可鏤。咁就鍥就係刻啦，刻幾下就放棄咗，繼續刻啦。咁再腐爛嘅石頭咧，再腐爛嘅木頭啊，唔好意思，再腐爛嘅木頭咧都唔會被折斷嘅。咁如果你唔捨棄嗰個刻咧，你再堅硬嘅金石啦，咁都可以成功雕刻到嘅。咁呢度就想用一個反面嘅角度去論述翻不捨棄咧，係一種重要嘅學習態度。咁都有個對比啦，就係朽木對比金石啦，一個係腐爛好脆嘅，一個係金石好硬嘅。佢帶出就係捨棄同埋不捨棄呢一種唔同嘅學習態度，係會影響個學習成果嘅。咁最後啦，忍無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強，上食埃土，下飲黃泉，係因為用心一也。忍就係蚯蚓啦，佢冇銳利嘅爪子啦，同埋牙齒，亦都冇強健嘅筋骨喎，但就可以向上吃到泥土，向下飲到泉水。點解呢？因為佢用心專一啦。咁呢度係想正面去論述咧，就係專一係一種重要嘅學習態度。蟹陸貴而鰲，非射鱔之穴，無可寄託者，用心操也。蟹就係螃蟹啦，佢有6隻腳，呢個貴就係腳啦，而2隻鉗啦就係鰲啦，咁就冇蛇同埋鱔嘅洞穴咧，呢啲蟹咧佢哋就唔去棲身嘅。咁就或者係冇辦法棲身啦，即係佢哋其實因為佢哋用心浮躁啦，咁係冇地方可以居住嘅。咁想用一個反面論述去帶出專心一致咧，係我哋學習嘅重要態度啦。咁呢度都係一個對比論證啦，用呢個蚯蚓同螃蟹嘅先天條件作一個叫做對比啦，再用佢哋嘅一啲態度啦嚟去帶出學習態度嘅唔同，會影響個結果嘅。好啦，今日咧就咁樣做一個勸學嘅字詞解釋啦，同埋一個內容分析，希望幫助大家，令到大家對勸學呢一篇文章有一個深入嘅了解啦。再見。